我等着一张水果都像个年轻书店的手机，等下等不那我的，等下个敲个到高速去的空格啥都重呢，有的空格他妈做的就你下不了么去的，过问题的，那空格说的咋的嘛的吧，做的就一些。差不多像全国港的排队，那么多像排数的排，那的将有处长，呢，突然个就那个谁那个，差不多像个天有个群众的排过去。差不多像我送这次拿了大都出现你吹八下的，也给那的白面啊最终说到的东西那简单节，送去什么全部给我的，然后东安吃是简单的，我就对吧，拉面送到的，没得就是吃不了卡空的，白面每个菜都给送的，有的，他的路就的，他的叫么个直接的，现在有个群众的排，你接入去过那排。就是目前里啊，以前都说的，所在那罗那是说的在就是目前现从本当的接的，就是这么几层的，现在是建个谁呢？我们公司那边建个谁？就是这么几层也像的缺药呢。以前都说的，就是目前就是那嘛，建长呢，差不多像了，说的你那样的，说的几点上学的也对的，说的经济阶段。两对人这点不就，对，差不多像个老上，这这句嘛就么头你下似的，说句嘛用，要么的。